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儒生但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15。万历任因东，复古基岛，以吉祥如交兵。我师新将军王昭，有昔有关海之行，无故下坡收复台湾，以目大美立碑，率数十人跳跃献乐贵酒，以为渡海也。有亲岛之人有事，规矩温明，但志在先生，为不可无忌，故夺其大略。东番记15，台文翻译总结论。1602年，明神宗万历30年的寒天，日本海贼又搁攻占搅扰台湾岛民，东番人尊商贸易的生意人，讨海掠鱼的渔夫，拢遭受到迫害。负责镇守金门的沈有用将军前来召灭。我本身拄好对出海到番邦外国旅行有兴趣，所以追随沈将军同行。剿灭海贼了后，阮伫台湾台南安平靠岸，东番新港社头目戴美丽率领数十名前来靠车，而且献酒甲献鹿仔肉，欢喜感谢阮为民渡海。我亲目看到东番原住民的民情甲风俗，转来了后，将这抓去东番台湾的情形，甲好朋友陈志在先生报告。伊听了，心中讲：这么宝贵的经验，袂使无做记录。所以，我就写出这抓东番行大概的情形。
内容是由东方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